继续来看，有一个网红伫社群平台来指控，讲伫新北市的蘆洲有一台车咧卖西瓜，标这个价小标讲一斤是13块，伊料准这个西瓜一斤是13块，但是买落才知影讲，原来是4斤100块，等于一斤是25块，啊一斤13块的是摆伫咧涂骹的椰子，伊讲这根本就是咧共骗。 啊！咱的记者回到市场，真正去拄着捌互伊瞒骗的婆婆妈妈，伊嘛讲，这个人做生意无实在，后摆袂阁甲买咯。规车满满的西瓜，牌仔写一斤13块，掠准趁着，毋过实际上这是椰子的价小。网红 Chip 伫咧蘆洲的菜市啊，拄着店家标价煞无写项目，一问才知影西瓜是4斤100块，价小是天差咧地，互伊讲互骗去，嘛互袂少人来产生误会。 摆摊的所在伫咧路口的角角，早就已经画红线，袂当摆摊。啊，那业者今仔日嘛无伫遮营业，毋过伊的标价手法，在地人加减拢知影。一斤50啦吼，啊其实拢100几块。来哪有遐俗？伊就是要吸引客人。耳仔讲会家买啊？爱买啊，无免啦，要甲伊冤家。哦，哎，无法度，毋过后摆就无啊啦，无第二届。我不会买，我不会买，因为他写这样就有点欺骗人家，怎么买啊？问了我就不会买的。西瓜着伫买着时，一斤大约是25块，椰子是23块，写清楚才会当避免争议。伫咧菜市啊买卖，惊人客袂放心，除了介绍爱清楚，市场内底生理人嘛有家己的应对方式。大部分客人都会问，不会说啊突然的来就买。不熟悉的客人他就会问，熟悉的客人他反正已经买习惯了，你多少钱我就买了。我们是公开的，就是客人在这边看，你趁了一定来看嘛。一斤偌济钱，伫咧大头就看甲真明。根据了解，业者今仔日早起换所在来卖西瓜，单位顶一斤13块的牌仔有写清楚是椰子的价小。做生意就要讲信用，较免互人误会伤感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